好啦，而家開始比賽嘅係混合組初賽第一輪第10場嘅賽事啊。咁咧，而家線道一咧係有匯陽龍舟會，第二線道咧就係啟大發達龍舟隊，而第3線道係有紅灰龍，第4線道係24，第5線道係有德昌電機㗎。哇，好啦，我哋呢一個嘅第一輪第10場嘅賽事咧，馬上就會進行㗎啦。咦，我哋暫時目測所得覺得非常之 sharp 性嘅第2線道嘅啟大發達龍舟隊咧，暫時好似領先緊啊。不過啱啱過咗第一個彩色哥哥嘅位置咧，我哋見到第1線道嘅匯陽龍舟會咧，亦都追得非常之貼近㗎喎。不過我哋亦都唔可以睇到呢個紅灰龍啊，因為啊，佢突然之間你又好似有少少發力咯喎。究竟第2線道嘅啟大發達龍舟隊可唔可以由頭帶到落尾咧？就睇啲最後10米嘅位置啦。哇！我哋見到咧，佢哋啊所有啊蛙艇嘅選手咧都非常之到哇衝線啦喎，咁快就目測所得咧就係啟大發達龍舟隊率先衝線。